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81例本土病例，新北市115例上侪，嘛放任居家隔离的规定，一家伙当做伙使用不入境。美国要卖爱国者防空系统给台湾，总金额9500万的美金，这嘛是拜登政府任内第3届的对台军售案。新闻一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新增加281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有115例上侪。另外，对4月7日开始，嘛要放任居家隔离的规定，本土病例已经连续2天拢超过200例咯。大家嘛会了解真相，7月就要出发。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目前未取消也是延期，希望民众会当来过正常的生活。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我们的确定病例，本土的病例持续增加哈，那今天有281例，那境外移入的哈有78例，这281例哈，那大概就是台北市有45例哈，新北市有115例，桃园有17例，台中2例，台南1例，高雄37例，基隆26例，新竹县12例，新竹市6例。苗栗县1例，彰化县2例，云林县1例，嘉义县2例，屏东县1例，宜兰4例，花莲8例，台东1例。在高雄某场所跟台北某场所这2个相对的地缘性地域性稍微复杂一点。那其他在一个新北的校园团聚那增加的人还多那基隆还是持续在增加。那对于在居家隔离大家知道我们是原则是以1人1室为原则。那现在第2个就是说我们在同户被居家隔离的可以住在一起。卫浴以前是要套房，现在只要是有当然是都是隔离者那就没有关系。1人1室的时候，它的卫浴只要经过适当的清消，它还是可以共用。再来看，基隆市政府昨开始发快筛试剂给市民哦。昨有4个人快筛是阳性，搁在做 PCR 嘛是阳性。其中有一个市政府的员工，基隆市长林佑昌是表示，昨验到病毒的4例，只有2例有找到感染源，嘛呼吁民众拢来领试剂做检验。早起不到9点，就真侪人进入你办公室排列领快筛试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要来领取啊，就是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全。基隆市府推动爱心体检计划，7月开始上路，是要到这1天就传出4例快筛阳性，经过PCR采检也是阳性确诊，其中就有1名市府员工，相关疫调在进行当中。昨天的爱心筛检的成果是有的，因为可以找出大概有2个这个不明的一个感染来源，那让我们能够立即的采取措施来阻断这个传播链林佑昌表示，市府已经紧急启动分流，绝对袂让相关建设或者是公布出现空棚。快筛试剂也继续分区发放，按算5天要发出13万支，不过有理由烦恼，领人是真多，快筛试剂恐惊不够。符合资格是超了3000多个人他只有发那个365剂所以没办法说每个人都有。因为清明连假期间，本土1天确诊，逐天拢超过100例，有专家就烦恼，即马不明感染源的传播链真多。即马上要紧的，就是将老大人的疫苗注射率搁提悬，将避免甲香港甲日本共款。老人的那个疫苗接种率比较低，而且有没有很多老人的安养机构呢？万一发生群聚的时候，可能马上就会改变我们这个所谓的轻症比例。可能重症比例就会急速上升。专家强调，边境开放一定造成染疫人数增加，世界各国也拢经过同款的过程，有高大规模感染的情形可能继续到年底，所以民众依然爱过来洗手、挂嘴安。青少年追加疫苗，若时间到，也建议赶紧做第3剂，将疫苗缺口解补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拖，台中的注射站今仔早起有真侪人排队等要注射。另外，陆军十军团在中坑营区，昨有2个阿兵哥胃着病，该关卫生局嘛针对接触者做 PCR， 要来追查感染源。
台中文心松林公园注射站内底外口拢客满民众，全部拢是要来注疫苗。因为4月份开始，台湾本土确诊逐天拢破百，清明连假最后一天甚至出现单一日216例的新高点，民众危机的意识对咧提悬。假期了头一个上班日，真侪人拢半工来注疫苗。我现在是要打第3剂，先把第3剂打满，我是觉得我自己比较安心了，也可以保护其他人。因为确诊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就会越来越紧张，就想赶快打疫苗。国内疫情升温，中央除了规定参与公庙绕境的人需要注满3剂疫苗，8大行业出力的人也需要注，加上民众的意愿提升，台中市因此伫咧合约院所以外6号开始伫咧文心森林公园等8个所在来开注射站，随到随拍，社区的快筛站也延到8号。卫生局这边依据疫情的状况以及民众接种的需求，会评估开设外展接种站来提供民众随到随打的一个接种服务。为了降低社区感染的风险，卫生局这边也会持续开设社区筛检站来提供足迹重叠的民众筛检服务。另外，陆军10军团嘉义精中营区5号有2名役男身体无爽快，送医采检确诊。军方表示已经配合嘉义县卫生局，针对密切接触的人 PCR 采检，按规定来实施分仓分流。接获当通报之后啊，我们立即依照国防部跟地方防疫中心的指导啊，对人员的部分已经实施治疗跟隔离。那营区已经同步完成清消的作业。嘉义县卫生局强调，2名新兵在因确诊，如何感染也搁伫咧疫调厘清当中。疫情变严重，各县市拢伫咧补破网找源头，而且提高疫苗的注射率。烦恼又搁有新的传播链断开。记者台中嘉义报道。来看华人的主治病院传出有病院内底的烧毁事件，某医护人员是正怨叹讲哦，附近的店家除了无欢迎引起用餐，向外送的食食拢凊彩甲因等伫病院的大门口，护理人员是正伤心。因为急诊一位为台中来花莲佚佗的2岁囡仔确诊了后，伫花莲主治病院急诊室进行可病房，医护人员开始陆续出现确诊状况。不过想袂到的是，医护人员即马阁面临部分店家无友善的对待，心情会觉得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医护人员站在第一线为大家人民服务。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被对待。可能去附近的店家买食物，然后大家就希望说最近不要来，然后或者是外送平台的送货订餐嘛，然后可能就放在外面。主治病院呼吁民众应该为护理人员加油，强调病院逐天为因批下快筛，其实更加安全。这些店家他们会每一个来吃饭客户都要看他有没有做 PCR， 有没有快筛吗？不可能。如果这个病毒真的值得那么恐惧，那我要请问，是谁用他们的健康在照顾另外一批人的健康？附近大部分店后是认为不应该安尼对待护理人员，外送人员是认为，若保持距离，在开放环境之下，低站接触拢能接受。我们还是会给他们进来吃的，不过就是会比较注意一点，让他们保护自己。我是还好啦，因为他如果可以下来取餐的话。在外面取餐，我们是都还可以送。目前以受访店头是私下表示，因为烦恼被疫调行踪了后，除了工作人员全部拢爱去快筛，还佫面临休困消毒几日天，对生理影响真大。唔是讲是技师，或者是刁难护理人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政府宣布上新的军售案，表示讲会派专业人员来台湾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设备等技术，金额是9500万的美金，嘛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了。这嘛是拜登政府任内第3届的对台军售案。总统府是表示，这嘛代表讲美国政府是非常重视咱台湾的国防安全。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伫7月宣布新一波对台湾的军售，包含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相关设备，派人员来台湾训练，还有各种的资源，总金额会达到9500万美金，并且来知会国会定数，望会当伫1个月正式来生效。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3摆对台湾军售，国防部、外交部还有总统府对这拢表示讲正欢迎。国防部对美方军售决定表达诚挚的感谢，台美双方将持续巩固安全伙伴关系。2022年第2度宣布的对台军售，充分展现出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并且延续了近年来对台湾军售常态化的政策。
总统府表示，台美的伙伴关系稳达达，而且2月1亿美金的爱国者飞弹工程勤务军售，这2个月又搁批准另外一个技术的支援项目，显示讲美国伊有意思要支持台湾的这个飞弹的实践度，增加咱的自我防卫能力。所以爱国者系统，还有就是我们国家天空系统，可以就是合并，就是可以有效的抵消中共这种飞弹的突袭，就是提高我们在第一级遭到敌方第一级的存活率。因为俄乌战争，最近台海局势受到国际来关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伫初5的听证会顶官方问到讲，西方国家对俄国侵略乌克兰的反应，是毋是会影响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伊来进犯台湾的意图？奥斯汀表示，伊无愿意去掠北京来犯台湾的可能性。不过，乌克兰甲台湾这是袂当来相比拼。Not advisable to make direct comparisons between Ukraine and Taiwan. These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scenarios, two different theaters, and so. 众议员盖拉格嘛咧询问讲，假使美国若是派兵来到台湾，安尼是会成全，也是讲会降低习近平伊犯台的想法。奥斯汀拒绝讲，是毋是会建议美国派军来驻台，重申讲美国会煞咧来提供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的引准。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推动高中小搭班有冷气的政策，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德质疑讲，若是电路无改善哦，可能会变做是搭班拢跳电。经济部就讲哦，这个政策嘛包括电路的改善，其中台北市校园线路的改善的经费就超过5亿。3月3号，全台湾大停电，政府检讨了，决定来推动1,000亿电网计划，要来保强电路系统。不过，立委质疑，也是这条是受台电来出，更加台电再不会出问题。经济部讲啊，会来向行政院要求协作。所以你会请台电在4月底提出这些关于电网强韧计划所有的预算概算嘛，对不对？然后再交由行政院，然后争取希望行政院给予特别预算的方式来做这个整个台湾电网的补助嘛，是不是？强化作用。用什么样的科目？这个我们比较还要再跟行政院确认。另外一个有跳电危机的，就是班班有冷气的政策，为着要让全台湾所有中小学学生会当伫个天气热的时阵，会当有好的学习环境。蔡政府是用300万预算伫个中小学教室来装冷气，不因为这冷气真伤电，对着电路系统是真大的考验。台北市长郭文德质疑，会变做是班班拢跳电。经济部是回应表示讲啊，嘛有做电路改善，其中伫个台北市的线路改善经费是超过5亿。那这个线路有这个学校里面的线路跟学校外面的线路。那事实上，这个线路的改善呢，我们其实也谢谢包括台北市的市府的同仁也好，其他各地方政府的同仁也好，都是跟我们台电一起合作。除了改善电路，嘛做相关的配套措施，尽量伫校园内底来增相关的太阳能发电的设备，无仅是班班有冷气，阁会当班班拢发电。记者张志祥、陈柏如台北报道。政治人物拢爱申报财产，也毋过并无包括县市议员。行政院按算伫4月13要来讨论这个议题哦。有立委就真关心讲，所谓资产加密货币，敢嘛爱做伙申报咧？另外嘛传出讲有未少监察委员出席率上过低哦。哪里立委拢要求讲，监察院应该爱公布委员的出席率。迎接年底9合1选举，即将全国1.2条金额地方政府预算的县市议员财产申报煞毋免上网公开，出现法规的空隙。民团质疑讲，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是假用公真护航，安尼互人烦恼，乌紧就来到地方政治。对这件代志，行政院13个会来召开新增直辖市县市议员财产申报应该公告修正案的审查会议。而且，这么上届项的所谓资产加密货币，是不是要来纳入去财产的申报？不揭露数位资产的人，不揭露加密货币的人，就不违反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就不违反。不是这个涉及到之后查核，有没有办法查核到这些问题？头先你再随便说了哈。因为监委当年立案调查偌济案件，监察院表示讲，当年平均有提出290件的报告，
最近一年的同学案有28件，不是个传出讲，毋若是一个监委伫个同学的审查会伊出席率增加，还佫有这个监委伊21遍的会议有19届无去，安尼互监察院长陈菊感觉真不满。对这件代志，监察院澄清讲，这毋是事实。不过，朝野的立委达成共识，要求监察院都要提出席的情况。委员今天的这个建议，我们会带回去，跟监察委员报告。全台农历年前爆发欠粮的危机，监察院并无做立案的来调查，安尼互立委真大声咧问讲，廖伟这个是毋是惊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是讲惊行政院？缺蛋缺那么久，你们监察院是怕陈吉仲是不是？还是怕行政院？为什么缺蛋的事情这么严重？我不晓得。那个秘书长，其实你也是家庭主妇嘛，有没有买到蛋？也若讲废考试院甲监察院无得到朝野的共识，立委认为讲废监察院无废监察员，安尼敢若是换招牌尔，要求监察院要表明。朱副秘表示讲，修宪委员会便若是会做出决议，监察院就会伫半年内来提出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位伫南口的美丽华高尔夫球场，去年是以企业并购的理由辞掉10个员工。行政院新提出的企业并购法的修正草案，今仔日立法院审议。也毋过，美丽华工会是表示讲，即届的修法对劳工的工作权、协商等权益保障嘛是无够。保障劳动条件。看啥爱修法保障劳工权益，因为美丽华高尔夫球场爆发的劳资争议，案件经过得要1年也未解决。即卖行政提出的企业并购法修正草案，美丽华工会表示，草案对劳工的保障永远无够。既然有企业并购法，可以把保护劳工唯一的劳基法踩在脚底下，政府到底要看到多少劳工受害牺牲，你们才愿意改？政府应该要透过修法那带头呼吁让企业知道说，我们劳工并不是外人那就算他在这个实行这个企业并购法。那也应该要透过工会，由工会来跟这个资方协商。看啥政府修法爱达住工会建议，因为工会指控资方去年以企并法为由，无有境解雇包含工会成员在内10多名员工，诉求叫公司进行企业并购，劳工都爱随同转移，而且提前60天，各地必要自信。身故雇主也甲所属的工会进行劳资协商。新旧雇主两个参详后料，就可以片面的解雇劳工。那是否应该赋予资方这样的权利，一直以来都有争议。那它其实涉及到劳工权益的部分，其实还是会回到劳基法。就刚刚那个美丽华那个案子的话，它其实真的就是有过度去解释我们的弃并法。是正义版的弃并法修法，找到第立法院展开审议，要立委烦恼这摆修法可能会互资方开解雇后门。弃并法要如何修法？审查结果如何，拢可能关系劳工的工作权益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明仔载头一届要来审查代替公司化的草案，代替产业工会今仔就开记者会，要求讲伫安全条例还未落实，这案无应该通过。工会嘛讲会伫5一劳动节来发起拒绝加班，卖动员代替员工参加5一大游行，向政府来表达因基层的心声。黑箱条例莫闯关，黑箱条例莫闯关。5·1凯道真平安，5·1凯道真平安。话口号希望各界重视代替公司化的争议。这几年来，代替少年线发生普悠玛事故，还有泰鲁阁事故，造成乘客重大的死伤，加速政府决心要来策动代替公司化的日头。伫3月。行政院把这个代替公司化的设置条例草案送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伫初7头一遍来审查。代替工会伫初6来举行记者会，定性落实安全改革，
劳资产减负制、产业民生3项参与，也有要求政府爱提悬待遇、共工共酬、保障劳动条件这3个因准。要求3个参与哈，在普悠玛事故之后，这个3个参与的部分非常的重要。那同时也有3个承诺。那这6点我们也分别已经送出了劳资争议调解。如果是真的对台铁的行车安全要希望有保障的话，那应该就要同意工会的诉求，签下白纸黑字。也若伫3月正院班出炉了后，台铁工会真紧嘛来公布对照版本，透过立委提出审查。工会要求伫安全条例还未落实的时阵，专案无应该硬要来弄关，除了公党已经释出来调解。伫5.1劳动节卖拒绝加班，动员来参加5.1大游行。我们会在5月1号劳动节的时候，我们台铁产工会举办，会跟着5.1的劳团的行动一起进行一个游行的活动。那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员工要来参加。另外，我们也呼吁企业工会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游行活动。工会强调讲，目前发起5.1拒绝加班的这个连续以来，伫短短2礼拜内，就收到上千份的同意书，数目还阁咧增加。呼吁员工做伙来响应，安尼通互政府听到代替基层的心声。记者综合报道。世纪二专统测4月底有7万多名的考生参加，因为本土疫情的拖，教育部长潘文忠早起表示讲，甲过去2冬同款会以高规格来防疫。若是有考生较紧哦，无法度考试，同款是无补课的制度，会以外加名额来处理。本土疫情拖入去校园，连假了后上课第一天，全国13个县市有6间幼稚园、38间国校、11间国中、15间高中和29间大学，计共99间学校部分停课或者是全校停课。有家长实在无法度照顾幼囡仔，要找亲人来照顾。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去学校？学校说要放假，有上班的家长就会比较麻烦。较真的学生因为疫情哪来哪济，停课的学校也增加。4月初4到初5，高中就增加14个人，国校增加12个人。因为4月16到21是全国中学运动会，4月30到5月初1是4期二专的统测，刷落来5月21和22国中要会考。立委就以新北明德高中的溜达队做例。那这些学生他没有办法去比赛，你给他参赛证明，那对他升学没有帮助啊。统测有超过7万名考生，部长潘文忠强调讲，比较过去2年的办理方式，严格防疫，因为确诊就袂当考试，也袂补课，会另外加名额来处理。除了确诊者之外，其余的我们都已经备妥相关的各类的防疫的这些备用的市场。至于因为确诊者这部分以目前是没有办法来参加考试，但是也会采取外加名额的方式。学校停班停课，敢要照常用3月初3调整了后的标准。潘文忠是讲，年假了后是真好的观察期，会和指挥中心来合作，看疫情的发展来修正。不过有立委建议讲，国校无注射，国小、国中、高中和大学应该有无共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针对联合国安理会实施演说，伊表示讲应该甲罗西亚踢出安理会，嘛批评讲安理会根本无法度做到保证和平规矩解散。也毋过罗西亚方面嘛是批评泽伦斯基，讲伊讲的拢是白贼话，嘛强调讲因的军队伫乌克兰毋捌攻击一般的百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联合国安理会讲出罗西亚入侵的期间粗残的行为，包括杀害百姓、甲俘虏性侵、民众伫路里或者是厝里互枪杀，尸体佫互乌白弹献杀，还佫有去互战车搞死的。指控罗西亚军方的行为，甲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根本就差无偌济，而且讲罗西亚的军方伫基辅郊区撤离进前，就一直有屠杀百姓相关的证据出现啊。Це очевидно, що ключова інституція світу, яка повинна забезпечувати примус будь-яких агресорів або усунути Росію як агресора і джерело війни від блокування рішень щодо її ж агресії. Якщо ваш чинний формат без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ий і виходу просто немає, то далі тільки саморозпуск. 泽伦斯基表示，罗西亚应该防取消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安理会有5个常任理事国，甲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的。5个常任理事国内底有美国、中国、法国、英国，还有罗西亚。
安理会对非刑事性事项的决议，除了其中9项爱决议通过，还佫爱5个商业理事国，全部拢无行使否决权。罗西亚驻联合国大使甲安理会讲，罗西亚军方伫乌克兰执行的是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是锁定军事设施，毋是百姓。有关布查定屠杀的指控，根本就是有空无损、无影无只。强调讲，罗西亚军方伫3月30日撤离进前，并无任何一个百姓受到任何形式暴力的对待。К вам не из-з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ель. Мы пришли, чтобы принести долгожданный мир на истекавшую кровью Донбасс. Не перемирие, а именно настоящий прочный мир. А для этого надо искоренить ту жестокость, о которой говорит. Вырезать ту нацистскую раковую опухоль, которая, пожирая Украину, со временем начала бы пожирать и Россию.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德提议用投票的方式，甲罗西亚伫人权理事会成员的资格除名。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表示，看到布查定残忍的场景，让人感觉真不安。不过，就要查核清楚，任何的指控拢要有相关的事实。印度驻联合国大使迪鲁穆尔迪呼吁支持进行独立调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乌克兰指控罗西亚军队伫布查丁屠杀百姓，欧盟昨宣布讲要对罗西亚加重制裁，包括无要向罗西亚卖涂炭，禁止罗西亚的船只驶入去欧盟的港口。罗西亚总统普京嘛宣布讲要严格来管制粮食出口到无友善的国家。虽然知影俄罗斯是能源大国，天然气、石油、煤炭运送量正丰富，也是欧盟正依靠的来源。不过，对最近乌克兰布查的飞行屠杀了，欧盟吹过各有新制裁。We will impose an import ban on coal from Russia worth 4 billion euros per year. This will cut another important revenue source for Russia. A full transaction ban on 4 key Russian banks, among them VTB, the second largest Russian bank, totally cut off from the markets. A ban on Russian vessels and Russian-operated vessels from accessing EU ports. Certain exemptions will cover essentials such as agriculture and food products, humanitarian aid, as well as energy. 欧盟也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半导体、电脑、液化天然气技术、其他电子甲运输设备一寡产品的年出口价100亿欧元，也个停止进口俄罗斯的茶、阿门头、海产加酒，每年总额55亿欧元。不过对俄罗斯的石油加天然气，欧盟因为依靠程度正悬，只敢表示有相关计划来当作禁据。对西方国家的新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宣布。莫斯科当局会对敌对国家的粮食出口严格监控。Понятно, что в текущем году на фоне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нам предстоит рачительнее относиться к поставкам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за рубеж. 普京也强调，俄国的粮食生产会当完全满足国内的需求，并且要求官员扩大找其他进口的代替方案。俄罗斯是全世界上大小麦出口国，产量排世界第3，在发展中国家加进口伊外国的销量就占全世界超过1/4。伫咧经历过疫情所造成的经营链无稳定的冲击了，这么个因为俄战争造成国家大影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咱国内的新闻哦，国民党后届的桃园市长选举的提名已经引起未少的争议。台北市议员罗志强今仔透早，伊嘛发表要参选桃园市长初选的4点声明，伊嘛强调讲会尊重党中央最后提名的结果。不过，伊对今仔开始特别辞掉国民党副秘书长的职务，伊今仔早起嘛有亲身出面来说明。大动作开记者会，台北市议员罗志强透早升职，并且宣布参选桃园市长。早起10点出来说明参选国民党初选提名机制决心。我宣布参加初选的提名机制，就是让自己成为一个选项，然后努力让自己成为最强的选项。但是如果党中央透过机制觉得罗志强不是最强的选项，我也会100%的尊重、祝福跟支持国民党最后提名的参选人。宣布失去国民党副秘书长，不过对是不是失去台北市议员罗志强表示，阁予一寡思考的时间。对初选机制一定予党中央上大的空间甲弹性。传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进前敲电话劝退罗志强，党内声音济可能出征的桃园市长竞选。除了罗志强以外，还有立法委员吕玉玲、万美玲甲罗明克等人。
党中央有它的选举的机制，我们就尊重党中央的决定。现阶段看起来，如果可以先进行协调，我觉得是有助于团结。陆玉良表示，即马地方上拢真焦虑，党内确实无做决定，就正做大家拢咧带方向，或者是放火，对国民党甲桃园市拢是一种伤害。剩7个月过备战时间，国民党执政县市是毋是能延续执政，人选名单拢咧确认当中。目前国民党已经提名确认的都有台南市议员谢良介参选台南市长，新竹县长杨文科竞选连任。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北港的天空之桥捌到过国际建筑奖哦，嘛是当地正热闹的风景区。也毋过市民人家所游客直接喷油漆乌白话，当地里长已经报案，警方嘛已经摕到手痕来抓人咯。清洁队人员在将面抹上去自由，佮利用水刀来喷洗，要将桥顶的涂鸦当用清除掉。为在云林北港的天空之桥，过去捌得到国际建筑奖。但这几天连续假期，却被当地民众发现，上面四个被人用喷漆画上低头爱心等字样。你感觉唔好哩？我来观光客看，我感觉就唔好诶。我无监视器的情形下，都有一罐迄个喷漆留伫现场。我是麻烦迄个警方这边用迄罐喷漆来做一个指纹，来用指纹来查呢啦。北港地方所表示，天空之桥利用废弃多年的台灯铁道，打造出天空的廊道，使用清水模构成简单的建筑和造型来相塔。桥虽然无讲真长，但真有特色。未来将新加设警示牌，也不排除加设监视器以维护环境。先来做警示牌，在我们的米儿桥跟天空之桥。那未来的话，各方面大家对于维护的建筑各方面都有共识的话，那我们这一个区块上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万一还是没有办法改善的话，我们再考虑是不是要装设监视器。北港电工所表示，为了表面清除的过程中破坏到清水膜的表面，已经询问专业人员提供清除的方式。至于云林县环保局就表示，若抓到行为人，就会当以废弃物清理法处1200块以上6000块以下罚款。记者为你报道。宜兰正受到欢迎的清水地热公园，游客是真多哦。也毋过园区的人外道路真矮，定定塞车，互游客是真怨叹。县政府是表示讲会伫人外道路规划在会当会车的所在，望讲会当来解决塞车的问题。那连假主人区的拢是人，园区内底250个车位也已经满，县府只好用一进一出的车辆管制措施。宜兰县清水地热公园，即摆清明4天连假，欠真侪人。不过园区为了连外道路真矮，出入会车拢爱放慢速度，真不方便，引起游客怨言。有点小，会车不太方便这样子。那会车的就希望道路开宽一点啊。当然是宽一点。清水地热公园即卖有温泉、主食池、甲浸脚池，县府阁开7700万。新设浸园区阁伫去年11月7日开幕，所以引起交通塞车乱象。3.7公里连外道路大部分路段上下只有4公尺宽，干来用一部车通过，会车真无方便，而且无允准以类大客车通过，无法度办理转接公车服务。拓宽的需求已经是赶紧爱做的代志。会针对所谓全长3.7公里的一个路段来做大概10处避车弯的一个改善工程，那不足5.5米的部分，大概会拓宽到5.5米左右。县府已经规划编列对价预算差不多2000万。拓展工程按算会设10个新的会车点，每400公尺一个。若机会通过预算，按算7月营动工，明年3月完工。动工期间会用道路半平时间的方式维持通行，下摆通行更较顺利安全，也方便未来通行一类大客车。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台东的海岸有车驶入去沙坡，结果掉伫沙坡袂顶袂当，爱叫拖车来拖。因为大部分海边的沙坡车辆驶入去无法度出发，也毋过林管处是提醒民众，拖车的费用是真贵哦，所以民众毋通凊彩甲车驶去。清明连续假期，伫东海岸发现有部分的汽车会驶入去海沙坡啊，毋过若一个无细致，就会像即台旅行车共款掉伫海沙坡的。而且油门若是吹愈凶，你若愈胖，就会撩愈深。买手干来当找拖车的业者来到3天离开海沙坡。常常都是有那种没
有4轮传动，我下来这边都是卡掉。拖车业者讲，这几年平均1个月就会接到7件至8件协助伫海沙堡脱困的业务。不过目前会当禁止车辆入去海沙堡的法规有限，若是无属于国家风景区或者是海洋保育区，会当讲是无啥物限制。不过伫咧东部有真侪是保安林的海沙堡，民众若是塞车入去，恐惊也是会违法。影响到林木的生长或者是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森林法或者是野保法相关法则。台东林管处表示，上界烦恼的就是有部分的野鸟会伫海沙堡生卵，若是有人塞车入去，一个无细致就会甲搞过。呼吁民众要是唔通塞车入去海沙堡。拖车业者嘛讲，车若是掉伫海沙堡，真有可能爱开5000至1万来处理，甚至阁爱开阁较侪钱，安尼唔能影响环境，家己嘛算袂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的中间病院研究发现，讲捌到过SARS的患者做过一档的 AZ 也是Moderna，因体内抗体浓度是比无到过SARS做过2档 AZ 的民众浓度是悬出8.5倍。未来无的确会当利用 SARS 甲目前武汉肺炎病毒的肌蛋白来开发新一代的疫苗，互抗体效果愈久长。健康内科的病人是XXX，护理师无用试试。疫情已经第3档啊！高雄中间调查院内员工注疫苗的抗体反应，却意外发现过去捌感染过SARS，后来好完全的员工做过1档 AZ 了后，抗体高度比做过2档 AZ， 不过无得过SARS 的人加出8.5倍。打1剂莫德纳的一个员工的话，他的抗体值是1万多到2万多这样子。那如果是打1剂 AZ 疫苗的话，他们的一个数值的话，大概是数千到1万多这样。中间找到2003年 SARS 院内感染的其中在地员工来做检验，发现因确实有久长性的免疫记忆。各国即马拢在研发疫苗，不过目前疫苗效期犹原无够长，需要个补助。医生认为讲，乃当结合 SARS 和目前新冠病毒的激2倍，假做是新型次世代疫苗，凡是当互抗体效力更较长。新加坡事实上它也有做过同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研究哈，那基本上以这个 SARS 恢复者的血清，再打一个辉瑞这 BNT 疫苗以后哈，那它对这个所有的一些冠状病毒，甚至包括哺乳类的其他冠状病毒，它都有不错的一个综合能力。中间已经把相关的研究发表在美国的医学期刊，不过医生也提醒讲，亲像香港目前疫情这严重，主要是因为济血人的注射率上低，加上目前病毒的变种上济，所以无论是毋是有得过SARS，疫苗上好嘛是爱做。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愈来愈热，牛奶的需求嘛增加哦。最近传出讲牛奶的价格爬升要起5%，每日的收购价格要起1块半。也毋过饲牛的业者认为安尼嘛是无够成本哦，因并无同意。农委会是要求双方爱阁继续讨论。牧场人员当咧无用放牧草甲饲料，人牛烧济咧收价。台南柳营的八老爷鹿农专业区是全国第2大的鹿农区，但最近饲料大起价成本加重，农民强要记载袂掉，望牛农场收的价格会当阁提悬。不过几日前的会馆大会，牛农场规期是提出未见讨论，双方是够胆也无共识。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牛只能够吃到比较营养一点的好的饲料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一种公平交易的方式啊。我们希望能够进口的那个粮草啊，或者是饲料啊，都能够至少能够回到之前的价格。乳厂一直认为说，现在不是这个调整乳价的时机哈，所以他们当场在乳价评议委员会里面的他们就拒绝了。而且我们很希望说，这个乳价哈，这个万物齐涨的情况下，大家都能够负担一点点。过去牛农若是要讲价，大概拢是按伫咧交价。不过牛农场是表示，就算讲牛农起价，小盘甲市面的介绍也是按条条，根本就无赚。若讲硬要起，颠倒引起消费者的不满。目前也咧甲农委会讨论当中。也若农委会畜牧处是表示，希望联谊会之间会当家己新超车，卖车中央畜产会赶紧开牛农评议会，解决目前农民的困难。我们还是会请那个乳厂跟个别的那个酪农的联谊会，那针对双方的一些不同的看法之后，加强去对话，然后去形成这个共识。那这个部分也是基于市场机制的部分来做处理。末端零售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变动，
针对这部分的联动，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会密切的去注意。牛奶价格有分品质的关价，目前一日对30块到32块，基本价格已经10年拢无调过。农委会是表示，畜牧处已经正式发文予各农农协会甲牛奶场讨论，刷了才会交牛奶评议会来瞧，望会当紧解决农民现在处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智慧农业学校，今年初正式启用哦，望讲会当来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最近哦，伊嘛办理使用无人机做农业的专业课程，嘛请未接少年人来报名。因应农村的人口愈来愈老化，农业劳动力也愈来愈少，用无人机除农药，那省人工也省时间，接受度渐渐提升。人口老化之下，你也不能希望说这样农产品就这样消失掉。那我觉得很适合发展自保无人机的这个产业，及时的去配合病虫害的发生的情况来提前预防。二来呢，能够精准施药，势必在农药使用上一定能够降低。屏东县府将停办的小学改做智慧农业学校，要来推动农业科技，鼓励少年辈回乡投入农业，也鼓励创业。县府也踏着无人机除农药的趋势，伫咧园区内底规划南部头一个大型无人机的专业课场。按算5月要开办培训课程兼现场科教。所以我们预计在5月会开办第1期的人才培训，然后接续我们这边会安排第1次的考照。我们也期待就是说，在智慧农业学校能够透过这一种智慧型的科技应用，让我们在农业的一个发展里面能贡献一些心力。担任培训讲师的林赞良表示，要用无人机除农药，除了爱会晓操作无人机以外，也得爱了解农药、病虫害等等的农业知识。目前全台湾合格除农药技师敢若160多人。林赞良也希望会当带领后辈扩大这个产业。记者综合报道。今朝有真侪无同款的品种，有一种正丽山姜，叫做山椒。有人讲哦，山椒食起来较 Q， 要带乡亲来去南投的集集，看果子农是安怎种出这种众人拢食娱乐的山椒。这么早套，到底原因在哪边？它可以预防那个黑心病跟那个花刺麻的危害。日本时代着外销去到日本的一株山椒，即马佫开始出口咯。农民靠着种金蕉的经验，改变种山椒的方式，那用裸产的方式加强排水，而且采收也变方便，兼顾着管理甲品质。南投山椒的部分就是种植的时间长，然后产量低，品质不高嘛。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就是一定要从整播整地，然后施大量的有机肥，然后水源要充足，就是那个喷水灌溉设施要把它配套做好。看到南投一集的地势甲自然环境，纯减量甲30多年的金蕉园接落来，那改变种植方式，也希望外销出去，甲好名声找到回来。种香蕉。高品质香蕉，山椒的是最好的一个地点了。第一，它的气候，还有它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土壤条件都是非常适合种香蕉的。它种出来的香蕉有一个特殊的风味啊，我们的甜度甚至可以创纪录，达到25度。即马有镇公所等单位伫咧支持，成功找出种山椒的上佳好方式，也期待有更较侪农民来加入，互山椒的气味继续变出温，那会当伫台湾拼名声，也会当拼外销经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板街北皮寮，因为正瓦近大稻埕过去是正闹热的商业区，为了要互囡仔来了解地方过去的繁华，伊逐当拢会来办拍通关的活动，互囡仔拿佚佗，拿来熟悉北皮寮的过去甲现在。大人囡仔做伙扮演点头家，演出当年北皮寮闹热买卖情景。抑个这间日常理社是当年的商业理社，也就是番仔间。当年南北二路来绑架做生意的生意人，大部分拢是大遮，真也透过展览小解英国历史。咱北皮寮每几年都会办理夏乐庆啊，那今年是晨曦夏乐庆，我们这边会举办很多亲子相关的活动。
对，然后包含说，然后就改用手机啊来做闯关的游戏啊，结合大家的喜欢这样子，因为现在就是年轻人就喜欢冒险嘛，那我们就设计了一些冒险的游戏。除了有冒险游戏、环境剧场的活动以外，因为艋舺有出名的青山宫游景，也特别邀请画面师傅，和民众体验台湾的传统文化。他之前对脸谱这个东西，他就还蛮有兴趣的。然后他有时候会自己在家里拿色笔，然后就自己乱涂。对，然后人体彩绘这种东西也蛮特别的，对，就让他体验看看。北皮寮历史街区，逐年拢会举办体验活动。今年也结合手机啊，和民众随时来拢通网络连线听导览。相关活动会办到4月24，要邀请民众做伙找找北皮寮的历史，体验艋舺人的生活。记者杨淑晴、曾派文台北报道。芳草拿是世界第2贵的芳料哦，而且规丛拢是宝贝。也毋过去年屏东农民种的芳草拿，因为天气无结籽哦，屏东嘉东高农的学生就开发出一款帮无结籽的芳草拿吸露水的技术，嘛同款会当来做成芳水，减少农民的损失。那么做伙来看卖。园区内底即款一丛一丛的植物是芳草兰，是世界排名第2贵的芳料。国内对2019年开始，才有农民种芳草兰。嘉东高农经科嘛对咧试种，毋过去年9月的时期天气伤过热，大部分的果叶拢是空的，无结籽。没有想到说我们今年的香荚兰可以，就是会有这么多的空包蛋，跟我们预期其实是差很多的。那我们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去用我们想到的所有的方式去试试看，可以把它变成其他的产品。因为毋甘家己等3年煞无成果，嘛想要帮助农民减少损失。嘉东高农的学生想尽办法，要互空的果叶嘛有利用的价值。试真侪办法了后，发现会当个果叶结做露水，30公克的果叶就会当结出3公升的露水。这寡露水就会当摕来做芳水等等的产品。果荚，我们经过蒸馏之后，把它形成一个香荚露的话，或许会是一个新的产品。因此，我们就开发出这个香荚露这个新产品出来。因为农民他们把空包不要的都把它丢掉，那我就想说可以帮助农民，那帮他们之后可以把这些空包蛋再拿去做利用。不少因为天气影响收成的农民，知影嘉东高农正在研发新技术，拢把果叶提供给学生研究。但这学结露水的技术，嘛，让种芳草兰的农民有一条新的销路。希望未来技术稳定了后，会当互相配合，建出一条完整的芳草兰产品供应链。记者综合报道。联合国提出上新的报告，指出讲世界各国若无赶紧来减少碳排，到这世纪结束进前哦，地球的温度会升高3.5度。联合国秘书长嘛批评讲，各国的政府甲企业根本拢是6月挂菜加有心，并无遵守气候防火约束。去年8月森林大火，甲加州北部的林地规拢烧掉。澳洲是伫咧3月时阵落大雨做大水。这个极端天气，拢甲气候变迁有关系。联合国政府气候变迁委员会 IPCC 8月上新的报告，就警告气候变迁造成的威胁。If we continue acting as we are now, we're not even going to limit warming to 2 degrees, never mind 1.5 degrees. Emissions in the last decade were the highest they've ever been and have continued to increase. 报告内面讲，若是要做到巴黎气候峰会所达成的协议，伫这个世纪结束进前，将地球增加温度控制伫咧摄氏1.5度，那呢全世界碳排伫2030年进前将会减少45%，不过怎么是无减少，颠倒增加，到这个世纪结束，总计会增加摄氏2.4度到3.5度之间。We are on a pathway to global warming of more than double the 1.5 degree limit agreed in Paris. Som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leaders are saying one thing but doing another. Simply put, they are lying. 全球暖化不但造成极端天气，造成毁灭性的灾难，也对自然生态造成影响。像鸟类，伫咧过去50年，美国、加拿大地区的鸟类数量减少要到30亿只。还有一项研究发现，鸟仔造寿的季节，甲19世纪末20世纪相比起来，提前1个月。It tells us that birds are tracking changes in climate,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been known in other groups of organisms. It's also been studied in birds in various places. But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document this across geographic scales because these are things t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as birds, for instance, change in their population numbers. 专家正伫咧研究气候变化甲鸟类作息的时间提早，一个数量减少之间是毋是有关联？目前已经知影气候变迁和全世界昆虫拄着生存的威胁，暖化愈严重，对生态影响愈大。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真侪人去澳洲拢会抱无尾熊翕相哦，也毋过最近这几冬因为蟹菌地减少，因生存的环境嘛受到影响，所以澳洲伫2月份宣布讲要甲无尾熊来做濒临危险的物种，嘛要来改变现在无尾熊的观光模式，减少伊甲人的接触。后摆哦，游客就袂当去摸去抱无尾熊啊。无尾熊真古锥，爬伫咧树仔顶，藏伫咧树叶仔内面。若要看去，也爱小找一下，因为无尾熊的生存环境长期受到栖地减少、疾病甲自然灾害等人为的原因，抑个气候暖化影响，和澳洲的无尾熊伫咧过去3年减少了3成。伫野外只敢剩差不多32000只到57000只。专家讲，若无改善因的生存环境，到2050年，无尾熊可能就会绝种。相关机构就开始行动，第一步就是改变游客观光模式。So these koalas being wild, we don't touch or hold them. We limited our interactions. 澳洲的新南威尔士州2020年9月，由当地无尾熊病院甲史蒂芬港议会合作，开1000万澳币，差不多代表2亿1000外万，设立专门的公园——史蒂芬港无尾熊保护区。予游客伫咧半野生的环境看无尾熊，甚至也可当住伫咧公园内面体验无尾熊的生活，会当了解无尾熊伫咧野生环境会拄到什么困难，安怎帮助因。这种做法予游客了解无尾熊的生活习惯，无过再甲无尾熊当作是旅游翕相的道具，或者是铁佗物仔，也学会晓爱尊重并且保护因的生活空间。It's actually nice that we're not holding them. It's nicer for them. Just to be in the tree, yeah, because we didn't realise that they were as frightened of noise and people. 目前雪梨的塔隆加动物园也伫咧进行相关的教育观光，予游客看煞了后，伫咧日常生活中野外发现无尾熊，会当负责保护，并且甲无尾熊和平共处。公司新闻陈时同编辑。下半本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